按照迄客家嘅前批详情吼，大家按做，大家好，大家好。台北市客家文化基金会嘅副执行长吼，今日来到边吼，一可能有个三国本来嘅干事吼，看到个会议议程嘅内容啊吼，按丰富，其实咧係最起碼要3天2夜嘅發通啦。按丰富嘅內容啊，我第一首告訴嘅意思啊。佢啲根本係係就乜嘅，好多前菜係嘛，吼，根本咧從個前菜，你後背嘅客家運動哦，我做得我哋後上批嘅吼，我做得隱約之間做得感覺到，是1988年咧，萬藝每年客家運動以來呢，吼，嘅小告訴，咧就對客家嘅奉獻犧牲嘅精神啊，吼，要收起來嘅，上愛要第2擺。嘅一隻嘅台灣社會嘅一隻客家運動，呢隻新嘅運動係乜嘅呢？可能係基本嘅，可能係採取各位嘅意見，各位嘅談法呢，會係一隻真重要嘅真重要嘅一隻指引啦。我想客家安尼一隻家族，我希望最起碼要3代人，
你客家运动的中央，在台湾的客家吼，外面按你上嘅挑战啦吼，像文泰路，像各位按的在做青岛的客家先批啊吼，对客家嘅运动啊，已經打下了一個開山大拿，打下了一片江山。江山原來都根本嘅嚟吼，你開始而來一集去做樹神嘅工作，另外一集去做開創嘅工作。但是呢，開發結果呢，要多啲今日頭先看到吼，你台灣個創山個最好上嘅個位，我就希望講在音樂上、在戲劇上、在各種嘅舞台表現哦。有很豐富的表現出來，比如講在音樂上，你嘅山歌吼，除了頭先談到後生嘅山歌，除了音樂嘅配樂，有啲現代樂器落嚟以後，樣板人吼在歌詞裡邊度，個更加豐富。你也可能靠你啲批哦，可能會較困難。故種我要鼓勵，頭先嘅創山歌嘅後生嘅有冇吼，個細阿妹，你哋後生嘅吼，佢可以來轉來。客家創客家嘅山歌非常好，不然你看到希望，更加重要嘅呢，佢愛有一隻開創嘅精神咯，心情嗰種精神吼，接觸多元化，單唱音樂點樣度呢？多聽各種嘅歌曲嘅內容，多讀各種嘅書，尤其愛留國際上嘅音樂、國際上嘅嗰種理論來交流。你也做啲帶進來，本嚟到教書哦，你來交流下就講，你嘅客家運動行多啲下，都好台台，係隻台灣學術嘅一隻乜嘢火車頭，呢個火車頭係咪帶動你嘅客家運動？帶動你客家運動呢，做啲行向第三隻集團，做啲開發集團就能做準備，做一隻基礎工程，留給世界上嘅多元文化，帶進不讓你客家。帶來不然你客家嘅優秀嘅子弟呢，俾佢多來接觸，多來培養。我想呢，你客家運動啊，一推傳落去哦，一定會有非常好嘅成績吼。在現代嘅公民社會度，大家將做得平平常常、快快樂樂來講客家話、唱客家歌。我後生人係按嘅期待，什麼大家？什麼？當感謝嚇，今年有副級行長，我台灣大學推動嘅兩個一系列嘅專題講座嚇，我2年啊，今年呢3月、5月、7月、9月、12月呢一場嚇推出啊，故說基本是暖身啊，3年後來呢有請新北市政府客家局長呢。來局長啊，其實又是校長又是教授啊，教育家哈，來你來分享啊。主持人要教書吼，各位貴賓吼，客家文化要傳承吼，要有新的思想啦吼。故種來做局長了1年3年的。就三幾花天天啦，嗬，青年參與啦，嗬，喺上條去感染來，產業去活絡啊，冇辦法本客家誒要產業來，本佢有錢賺咯，你係喺上條來參加下課，冇人反啦，哦。第三啊，就講客家文化去走向世界啊。因頭擺台灣咧經濟各方面當困難嘅時節，外交當困難嘅時節，用棒球嘛，棒球嘅啲突破嘛。下一擺客家，台灣去籌取啊，做得用客家咩？像當感謝中央政府嘅補助，我哋就今年再去跟你印尼嘅雅加達省交流啊，雅加達省長中文學做人客家人咩？司機。幾啊千萬呢？咪嗬，大家用客家跟全球連接啊，這係未來嘅想法啦嗬。我哋兩三府啊，做個新客家代表，冇個做武大大嘅啦嗬，冇做乜個藍山啊、土不魯啦嘛，係嘛？然後要新鮮嘅色彩，嗬，咁做安尼嗬，感謝大家，希望大家有創新嘅精神，
老山歌嘛，爱创，毋过较热气嘅客家嘅呢 MTV 嘛落去边看下咧，吼，跟着与时俱进啦，吼，感谢大家安支持。杨清柱先生在年轻的时代，他也是用华语啊，我们都知道他的福佬话讲得很好啊，他的福佬，他后来也做了研究啊，他也做了很多的研究。那事实上我在想说，可能这个杨先生的这个经验啊，可以提供我们客家人啊，所以我们今天四位里面有3位都不是客家籍啊，他也希望听听别人的声音。我小时候哈，我没有初中是当兵以后再去补校，补到高中毕业了。那国小毕业我就不去考初中去做童工了。那做童工我晚上跑去读书了，用台语哦读汉语呀，用台语读古书古文读素书啊。
所以我能用台语的文音哦读古典书了，我有这个长处嘛。所以我说你们不敢编，我来编嘛，我可以读嘛，你们不会读嘛。那我就花了6、7年的时间哦，全省的过图书馆到处跑了，文献一直看了，把6、7万首的古典书尽量看完了。那选一本台书300首了。我台书300首哦，翻译这台湾白话、台湾语文白话的新书了，容易了解了。等一下我可以放2首给大家听了，一首吴浊流所写的光复后的感想了哈，一首那个杨守夷他也写新书了哈，杨守夷新书都偏重于写劳工了。杨守夷写一首远眺，远眺就是228大屠杀哈，杨守夷有所感呐。那喝酒喝完哦，停在栏杆看远处哦，那去想哦，想台湾人哦，台湾人的房子都被国民党占走了啦吼，台湾人像牛一样啦，牛拖车吼，国民党拿一个鞭哦，在后面打牛赶走了，赶牛走了吼。这个杨守夷的远眺这一首，等一下我有 CD 片哦，有吟唱有那个台湾白话书对照吼，等一下他请放给大家听的。那放吴浊流一首光复后的感想了吼。吴浊流那一首光复后的感想，就是说光复后吼，国民党占入产为己有了，贪官一大堆了，跑酒家了，他写这样的内容了。等一下放让大家欣赏一下哈。那首先我要介绍哦，台湾第一个教育学家哈，就是许福元呐。许福元哦，他原来当两广总督的，那么清朝占据了广东、广西以后，许福元就逃到金门去依靠郑成功了。那郑成功征台的时候，他随郑成功的军队来居住台湾了。那许福元哦，他是个当官的人啦，叫他种菜也不可能，做农也不可能，那开垦也不可能啦。那他要吃什么？没有办法吃啊。那他的爸爸郑成功的爸爸郑成功的爸爸郑芝龙他有照顾明朝的遗省啊，明朝传遗下来的官，没有当明朝官逃难的官员了。那郑成功就不照顾他们了啦。那他许福元写一篇《台湾论》讽刺郑成功没有照顾这些明朝遗下来的官员了。那郑成功看起来很气了，就叫人要暗杀许福元了。许福元就跑到大冈山的佛寺去落法为尼啊，躲起来了。落法做和尚啊，躲起来啊，又躲到高雄县的三门乡啊，去躲啊，到处躲啊，躲郑成功的暗杀了。那许福元后来他什么工作也不能做，也没有赚钱，那都饥饿嘛，半饥饿嘛。半饥饿后来有写一篇向朋友借米的一篇古典书要向朋友借米了。他说我在你门口这乞丐酒鸡你把我赶我都不走了，我太饥饿了，太饥饿都不走了。他们那一代明朝的大官逃来到台湾种菜也种不赢菜农了，所以他们过的生活很贫苦了，贫穷了。那整天想回大陆了怎么回也回不去了他那一代的官很可怜了。那许福元也是台湾古典书的创始人了，许福元也是台湾文学的开山祖师了。因为什么呢？当时的县令凤山县县令那个县长跟许福元有交情啦，那两个人很好，两个人交情很好，就居住在县府的对面那两个人经常写书交流了。
那他们写书交流哈，也创一个书社，叫做东瀛社了，是台湾第一个书社了，古典书的书社了。那许福远开始这个写古典书了。那许福远因为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他就怎么样呢？他说开一个汉学馆哦，教平埔族的儿童哦读汉学啦。我们闽南人哦，闽南人写书哦的开山祖也是许福远啦哈。我因为时间关系，我没有办法讲完哈。等一下有问题大家再问，那先放那个诗给大家听好了哈。杯酒难交万福愁，烧酒一杯一杯啉，难压化万学忧愁。放怀冰涵车迎流，放开心怀，冰换人间，并且凝主目神远眺。入罗风关西山雨，长山正悬日主统治高楼，光起日日捌风风雨雨。破浪翻开南浦洲，军舰冲破海涌，开为高雄港上陆顶压。怀骨救灾经变质，台湾旧早的甜柑价格变成中国草籽。促凿初日已旧丘，善良的台湾人的家园，即马已被国民党霸占。展亮世人中边影，倒事成为惨败夕阳，世人当边可待的形影。一景疏林下主牛，苏那下面规路拢是亲像牛的台湾子民。白酒难交万福愁，风华冰涵车迎묘，入羅紅關西山雨，波浪翻開南浦洲，懷骨救災經變質，促凿出日已故舊，讚揚世人中邊影，一景樹林下自由。光复17岁，从医翕未收。光复节已经过了17年，民间疾苦到即马未恢复。热心为废旧，金棍出风头。恶劣官身无照制度来，金棍送后包就会出风头。细利口上好，贪官上酒流。细利食钱，口早生理人，贪官行酒家，酒色拢要爱。自由只歌唱，为国寄人忧。大声嫌自由，干那唱好听的，为着国家有几个伫担忧。谢谢杨清柱先生提供他在
福劳语诗上面的一个成果。好，不过刚才他在讲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人一直在下面讨论哈。他讲的这个许福元我也听不懂哈。后来我知道他讲的叫做沈光文哈，他讲的其实是沈光文哈。对，那个县长是诸罗县长季其光哈，他们共创台湾第一个诗社叫做东瀛社哈。我补充一下，那另外他提到这个全台诗哈，国立台湾文学馆成立以后呢，在编全台诗啊。那全唐诗是5万多首啊，全唐诗是5万多首。我们的全台诗呢，黄所长补充说，已经这个另外一个汉真那个汉诗资料库哈，已经收35万首哈。那现在这个全台诗的出版呢，它是一期一期出版，现在好像出到40几本哈，那至少会出到50本哈。所以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全台诗的这个量了哈，是非常可观的。那下面我想我们就请交大客家学院的蒋淑珍教授来给我们提供有关台湾文学跟客家文学啊的一个宝贵的意见哈。我今天主要谈的是客家文学怎么学术化的过程。现在我在交通大学客家学院人社系教的课程就叫客家文学，那基本上分为2部分，一个是就是历史观点，从历史观点来看客家文学，我把它命名客家文学1，然后副标题历史观点。另外一门课是客家文学2，然后美学观点。但是它怎么会到那个交大的客家学院2004年才成立，一开始的文学课没有客家文学这个词，当时的文学课叫台湾文学，然后副标题客家专题，教的东西呢主要是台湾文学里面的大河小说作家，像钟肇政、李峤、黄娟。那么同时也教了钟理和、龙应宗等人，那他们就诚如刚才彭教授所讲的，他们其实在台湾文学的定义里，或者是还没有台湾文学这个词，就台湾文学还没学术化之前，他们就已经成名了。所以把他们当作是台湾文学作家，然后只是凸显他们的客籍身份。这是2004年。交大客家学院刚成立的时候，我教的课。那大家都知道客家学院可以成立，其实是客家运动的关系。所以在客家学院成立之前，2001年还成立了客委会，2004年成立了客家电视。那这些其实都然后接着2000年之后又有各式各样的文学奖，像教育部举办的母语文学奖，客委会举办的童话文学奖，客委会补助的客家文学翻译，国艺会补助的创作小说，台湾文学馆补助的翻译著作，台湾文学馆举办的台语散文经典奖，跟台湾客家笔会自己办的客语文学奖。所以客家文学可以说还在不断的发展当中。但是这个词客家文学，其实如果我们爬书它过去的发展历程，彭教授其实跟一些人都打了笔仗啊，就是谈说到底这个词它无中生有的情况怎样。但是我今天就不谈那个过程，最主要的理由是因为作为一个教学者，我已经在享受或者收割这种笔战之后，或者说经由客家运动的产生，争取到了套一句电脑用词，就他们争取到了硬体，
那么客家文学，作为文学研究者，我现在就是怎么样把软体放进去。那尤其是吸引年轻学子，我们人社系多半的学生都不是客家人，怎么样让他激发他们可以对客家研究有兴趣？除了我们有人类学、社会学那方面的教授来谈所谓真正的客家，比如说做各种的调查，真正的客家的属地，还有人群的分布，在历史上跟其他族群如何形成互动，这些都是其他领域老师的贡献以及同学必须吸收的知识。可是，在情感上，如何让非客家人接受客家人？就所谓情感，就是认同的问题了。那在很多学生都没有去必修客语的时，当然这个经过12年来的发展，我们那个修客语非客家同学，即使是客家籍同学自己也不太会讲客语，他们去修客家话的那个，我们有分初级客语、中级客语，人数是越来越多。那当然背后也有一个机制在推动，那就是颁发奖金。那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文学课怎么样让同学认同客家人的感受？这个是我自己的教学那个任务。那我的教学基本上就是分2个部分，一个是比如说专班的同学，他们通常年纪比较大，客语的能力、口说的能力很强，所以他们如果要修我的课，都会期待说听到一些用客语发音的，尤其是比较是民间传统的那个著作，或者是现代的创作那诚如刚才我所讲的，很多文学奖得奖的，通常都是客语。那所以这些在因应专班的要求，那我自己的客语程度只有初级客语，那怎么办呢？所幸我们有哈客网络学院，还有客委会建立的客家知识网，都有很多的影音的产品，教学的啦，或者是直接是文学欣赏的。这个帮了我很大的忙因为到后来我发现学生在带领我进入，我讲的是专班的学生进入那个客语优美的地方。那同样另外我的客家文学教学对象就是大学部的学生。那我采用的教材曾经是李桥编的客家文学选集，尤其小说卷。那当然里面其实没有很多客语，但是每一篇我都叫同学找出客家元素，结果后来都一定可以找出来。所以里面收录的至少是12个作家，12个作家，他们都是客籍作家。然后虽然不是用客语写作，可是写的东西里面一定有客家元素，不论是客家人跟原住民产生出来的那个族群互动的那些情节，或者是比如说像龙应忠的作品，虽然没有写北埔，但是他第一段描述出来的，学生凭他们的在客家导论所学到的知识，就可以判断出来那个是北埔。所以这个增加了那个年轻学子，等于是结合他们在历史、人类学、社会所学到的那些训练，然后放到文学里面来，增加欣赏的程度。所以我目前的2个教学方向，一个是带领年轻学子，那除了采用李桥的那一本文学选集，他编的文学选集之外，我还自己教，尤其着重教甘耀明。那甘耀明是一个年轻的，他出生在苗栗县石潭乡，年轻的作家。那他也获得许多国议会的补助。他的小说有一个特点，就是里面会放台湾各族群所出现的那个母语。那最近一本叫《帮茶小说》，帮茶女孩。那帮茶其实是
我们称阿美族，但是里面却出现了很多跟客家相关的，所以我借由这种方法，让那个就说教像甘耀明或者是李乔的新作，他的新的小说，像《幽情三部曲》里面也放了大量的客家话。那借由这种方法来达到刚才彭教授所讲的，就是说当台湾文学学术化都已经经历这么艰困的过程，刚刚杨清处先生也提到那种痛苦煎熬。那台湾文学是2000年被正式学术化，那客家文学呢？尤其2004年就开始，怎么可能那个时候就称客家文学？那个时候我只能把它称作台湾文学的客家专题。但是所幸，后来借由各种文学奖以及客委会积极的建构那个知识网，加上客家电视，这些我认为都有助于，像我们学术界这种客家学院，来放进更多的软体，吸引我们年轻的同学，让他们了解到为什么客家人一直希望把自己的文化可以国民化、国家化、国族化。通常我都会对学生讲一个例子，就是在客家运动兴起的时候，最不满的一点就是学术界像社会学家在调查，比如说选票，那时候很喜欢测台湾选情，然后都把选民分成本省人、外省人，那个当时还用山地同胞这种词然后再来客家人，然后我就说，那你们觉得客家人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那显然在那种的学术操作下，或者是那种学术操作，其实也是反映了一般人民，一般台湾人的观感，就是好像客家人也不是本省，也不是外省人。那这种被排除的感觉，被排斥的感觉，在我们今天回头去看，从这一点比较能够理解客家运动。那么，客家运动既然已经生出了这么多的成果，我们又如何从文学上面，从感情上去理解他们认同的需要？尤其在台湾这个土地上，需要被认可。好，我的报告到此结束，谢谢。我们也非常感谢这个蒋老师跟我们分享，我相信真的让他讲2个小时也讲不完哈。他是客家学院的老师哈，当然，这个我是反对成立客家大学的哈，在座可能也有人哈，当时我们反对成立义民大学，但可能也因为没有成立义民大学，所以才有好几个客家学院，好，客家学院变成多数。那其实这个这样的一个发展是一个比较多元的哈。那我想我最后再补充几句话哈，就是台湾文学跟客家文学都曾经陷入那种主流跟非主流，什么才是台湾文学的主流那为了去争这样的一个主流，那恐怕就会没完没了在不断的互相对峙当中呢内耗所以我比较主张呢用家法的观念来看待台湾文学那也用家法的观念来看待客家文学。那我们可以把它极大化，把客家文学或是客家这个作家把它包括进去所以其实不要陷在那个主流与非主流的争斗里面那其实各式各样的客家文学，我们都把它包纳进来，
这个可能客家文学才会壮大哈。那最后这个杨先生他还有几句要补充哈。我补充几句哈，吴浊流先生的《汉书》哦，写2000多首呢。台湾古典书，吴浊流先生写2000多首呢。吴浊流先生很有名的一本小说就是《亚细亚孤儿》，他感觉到台湾哦，中国已经不要把台湾放弃给日本了，台湾是一个亚细亚孤儿了。他这本写得很好，这本我有看哦。钟肇政先生可能抗日的长篇小说他写的最多，除了他的每一本我都看，还有那个韩烈三部曲，李峤先生的韩烈三部曲，李峤大概都长我10几岁了，他写的韩烈三部曲写得相当好，我看得很详细哦，我也他客家的作品哦。还有那个去中国的那个钟理和的小说也写得很好，他客家人，他也写得很好，我都有读。我也可以讲说，我的写作过程哦，客家作品哦，我是看客家作品长大了。谢谢。我想刚刚3位老师其实都提出了他们对于这个议题的一些想法。首先是彭瑞金老师，他先从黄德时在1943年所写那个《台湾文学史概说》里面去思考什么叫做台湾文学，然后呢，他进一步从那个黄德时先生所说的可以作为一个参酌后来思考客家文学的一种思想资源，开始去思索客家文学的内涵的问题、本质的问题。但是他也从黄德时所没有说的那个语言的问题，还有族群的那个问题，进一步去想客家文学应该要如何去被阐述，然后呢被那个一个去开拓跟开展的面向。那最后他特别提到了那个语言，语言是否要必然作为一个客家文学的创作时候的一个必然手段？那么他自己提出了他认为其实是可以是一个开放的态度。那到了杨新处先生的时候，他恰恰衔接的也是前面彭老师所抛出来的那个语言的议题。他特别提到呢，1985年去美国爱荷华大学的时候呢，他当时所谈的一个演讲的题目谈到了痛苦煎熬30年。所以他从日治时代的语言的一个被剥夺，然后到呢，他发现到日治时代日本人写汉诗跟台湾的这个呢汉诗里面共同是一个同文的问题。然后呢，从这个汉字问题又想到台湾人的在创作汉诗时候的那个语言的问题，是这个河洛维的这个发音的问题，或者是客家人会用客家话来发音的，就是台湾的母语其实是都可以去吟唱或者是朗诵这些汉诗的。那他进一步最后又提到了他所编辑的这个台诗300首，这里面。我们想呢，可以看到30年来，当然当年的30年跟现在远远已经超过这个时间的岁月。可是非常可敬的杨先生一直以来都在推动，因为了解语言被剥夺的痛苦，也了解了那个语言存在的意义跟价值，所以在后来的时候，他一直在从事推动了这个，无论是编辑这个台湾的语言的词典也好，或者是编辑了这个台湾汉诗的这个台诗300首也好。那么他从语言当中得到了力量，我相信也得到了他很大的心中的很大的一种慰藉，很大的一个发展了一个这个语言在台湾社会当中能够去凝聚跟开拓的这个角色的意义。那所以语言显然是台湾文学跟客家文学当中可以值得再去思索的一个问题。到了第3位的时候呢，这个蒋淑珍老师呢，他进一步把这个客家文学拉到了一个如何学术化这个问题。那么他所提出来的场域是一个教育现场的关注。那么首先他前面先提到了，其实客家文学能够学术化，还牵涉到了学院的力量，所以呢还牵涉到了那个台湾教育体制的一个变化。台湾文学进到了学科体制当中，也开始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他也呢认同了、肯定了过去的官方跟民间各个单位当中所付出的力量。那么从这当中让大家更开始明白，从没有客家文学这个称谓，到后来它的存在的挖掘，跟回过头来去思索了解到资产在哪里。那资产如何要能够去放到学术的体制，放到了教育的现场。
那么要如何去让同学们产生认同，包括让非客家人也产生认同，所以他在里面提到了他上课的一些的方式啊。所以我想这里面当中归结到最后，其实我们会看到的，当客家文学之美，那么它其实呢，就如刚刚最后杨清处先生所补充的，一路以来他读李峤的作品，读钟理和的作品，那么其实我们也读龙应宗很多的作品，很多作家的创作。也就是说，只要客家文学它的存在本身有它的一个丰富性，有它一个内涵，有它的一个美，艺术之美的话，我想非客家人同样还是会高度的认同这个客家的文学。所以一路以来呢，3位的老师呢，他们这个呢，在最后其实呢，谈到了就是客家文学之存在之必要性，还有客家文学势必也能够为台湾文学带来一个更崇高的、更开拓的一个境界。那实际上，我想最后这一场的一个规划跟对话里面，其实邱主任很显然的希望可以从闽客不同的声音，然后从呢这个创作者跟这个学院的里面的研究者的声音当中，去产生对这个议题里面更多元的一个能够共同来思索台湾文学跟客家文学之间的关系到底要怎么来看待他们。那唯有一个共同的前进，共同的合作，彼此之间以互相的挪用彼此的资源，包括一开始彭老师一开始所谈黄德时的研究怎么样带起他去思考了，从台湾文学的研究思考到了客家文学研究的一个可能性。所以我想这里面当中也显示了这个双峰的命题当中，它彼此之间其实彼此都可以给双方带来很大的一个往前进步的一个力量。那这也是今天这一场座谈会，第一场座谈会当中，我想可以带给我们一个更大思索的空间。那我们这个场次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